又个国军为中国咧做间谍，来看有一个跋筊去防开除的前海军，去互中国吸收了后，怎牵骨落力，找因共退役，也就是现任的海军提供凶器飞弹机密互中国。这两人即马拢获地检署起诉。今年7月汉光演习，总统赖清德去海军海防大队战术基地巡视，现场部署兄弟泛滥飞弹，家己摆出来向山顶停型飞弹，展现咱峰会战略。不过最近却传出海防大队有士兵和中共吸收。海防大队现任上兵自2021年伫遐区内底跋筊遭到态度了后，第一交由软体熟悉化名锁定的中共情报人员，佮做中间人介绍过去军中生出来同事熟悉对方，提供军中资料，强调级别等级愈悬，报酬愈悬。伊到伫2023年陆续用手机翕兄弟飞弹发射车的放列阵地粗现交换飞弹车操作手册甲列配锁定资料，趁3.8万检调接到证书了后，台中地检署依照违背这部收受贿赂罪将起诉，现任10个人是砍下国安法做了羁押起诉。此案是本部接获官兵主动检举，与国安单位共同调查，并报请检方指挥侦办，合力侦破的共谍不法组织。针对外流的资讯，皆以妥采损害管控，降低影响程度。经过国防部政治局审批认定，这撮10个人涉盗窃是军中一般件，属于国军内部公务资讯，无对外公开。不过学者认为，若泛滥飞弹机动部锁定苏教原则，互强军结合，依然会对国防安全造成不小影响。等于让敌人、让中共了解你未来的海锋大队的雄2飞弹，如果要机动部署你有相关的什么样的程序你甚至你的路线，或者是你部署地点的选择等等，它可以用这个飞弹、远程火箭或者是透过第5纵队的方式，就预先埋伏跟破坏。学者指出，就算非机密资料，国军依然爱严肃面对，思考是不是调整路线选择等内容更较悬的级别，或者是针对相关资料泄露制定更较严格处罚。记者综合报道。